願主與你們同在。恭讀聖路加所載的福音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民眾的領袖譏笑他說：他救了別人，如果他是天主揀選的默西亞，他就救他自己吧。兵士也戲弄他，上前把醋遞給耶穌說：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，救救你自己吧。在他頭上有一塊木板，用希臘、拉丁和希伯來文寫着：這是猶太人的君王。兩個綁在十字架的罪犯，有一個侮辱耶穌說：你不是默西亞嗎？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。另一個就斥責他說：你受同樣的刑罰，連天主也不怕嗎？我們是罪有應得的，因為我們所受的正是我們該得的報應。但是這個人從沒有做過任何壞事。接着又說：耶穌，當你進入你的王國時，求你紀念我。耶穌對他說：我老實告訴你，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樂園裏。上主的話。今日咧，教會紀念耶穌君王啊！我哋知道耶穌咧唔係世界上咁多君王其中一個。喺呢個世界有好多個國家，好多國家都有領袖，都有君王。耶穌咧，首先我哋要搞清楚，佢唔係眾多君王之一，佢係所有君王嘅王。實在佢係所有人生命嘅王。所有嘅人嘅生命，因為都係佢所創造，亦係佢救贖。最後我哋嘅生命都要喺佢之內揾到最終嘅歸宿，最後嘅幸福，永遠嘅幸福。今日嘅第二篇讀經，保祿宗徒寫俾哥羅森嘅一封書信，喺第一章12到20節，就為我哋咧解說咗耶穌基督係生命之主嘅呢一個神學理論同埋原則。耶穌戰勝咗罪惡嘅後果，即係死亡，連死亡都對佢束手無策，因為耶穌能夠從死者中復活。佢回到天父嘅家，享受佢作為天主子嘅光榮。耶穌君王節除咗咧係讓我哋接受佢係生命之主之外，亦都教我哋學習依靠耶穌嘅聖寵大能，戰勝因罪惡而帶嚟嘅死亡、慾望、憂慮、怕懼等等嘅威脅，使我哋喺一切嘅困難挑戰中毫不退縮，依靠住耶穌聖寵嘅扶持，打敗罪惡，成為耶穌嘅勇兵。嗰班猶太人啦，耶穌同時期嘅經師司祭，一啲有學識有權位嘅人，以為凌辱耶穌，將佢釘死喺十字架上面，嗰啲人民就知道我哋先係君王，我哋先係王者。殊不知道耶穌猶太人嘅君王嘅真實意義係佢要戰勝罪惡、痛苦、死亡、一切嘅敗壞。一切呢啲都係耶穌嘅手下敗將。耶穌因為係一切受造物嘅君王，佢以愛同聖德去統治萬有。佢身先士卒，成為眾僕之僕，樹立善表，以聖善嘅德行幫助我哋人戰勝腐敗嘅人性。藉住呢一個神聖嘅靈性戰爭，我哋才能做到以善勝惡，
將魔鬼及佢嘅使者打得落花流水。聽日到星期四，神父會帶住20幾位兄弟姊妹去避靜。呢幾日嘅避靜，呢幾日嘅靜修，我哋都係一齊去探討點樣讓耶穌成為我哋嘅王，藉住佢嘅恩寵同大能，我哋能夠克勝肉慾、魔鬼、自我呢一啲打擊我哋靈性成長嘅呢一啲敵人。世人呢，以為將世界所有嘅金錢啊、權力啊、證書啊、名譽啊、名牌啊着晒上身，自己就係王者啦。豈不知道耶穌教導嘅正正係相反嘅，係逆行嘅，能夠克服一切依附，唔受世界嘅任何人地事物牽住我哋嘅鼻走，我哋先係王者。剛才提到聽日嘅避靜，都係提醒兄弟姊妹呢一啲嘅秘訣。我哋只需要承認天主係我哋嘅救主同埋君王就夠啦。佢嘅王權管治我哋嘅心靈，我哋嘅靈性生活，特別喺以下4個範疇。耶穌君王嘅王權幫我哋管治我哋嘅第一，道德生活；第二，人際嘅關係；第三，生涯嘅規劃；第四，終極嘅幸福。正如十字架上旁邊嗰個右道，佢好有智慧，好明智，認出咗耶穌就係默西亞，並且同耶穌話：耶穌，當你進入你王國嘅時候，帶埋我啦。然後耶穌就好慷慨地話：今晚你就同我一齊進入天國。一個窮兇極惡嘅強盜，因為呢一份對耶穌嘅信靠依賴，佢成為咗第一個進入天國嘅人。唔係一個聖人，係一個罪人，因為佢深信耶穌，以耶穌作為佢生命嘅主。耶穌教我哋成為金貧樂道、仰望天福嘅真漢子，教我哋克服病苦、困難、欲情、罪惡同死亡嘅方法，就係教我哋全心愛主，仰望天福，視死如歸。願耶穌真正咁佔有我哋每一個人嘅心靈，成為我哋專一崇敬嘅君王。我哋時時話，邊一個征服咗你，佢就係你嘅君王。睇下好多人俾自己嘅仔仔孫孫征服，做所有嘅嘢都係為佢哋，佢就係你嘅君王。耶穌征服咗你嘛？為你嚟講，係乜嘢征服你？係耶穌征服你呢？定係呢個世界嘅人地事物，或者你嘅偶像征服你呢？今日耶穌君王節係叫我哋深思熟慮呢個問題，喺你嘅心中，喺你嘅腦裏面，喺你嘅靈魂中，係邊個征服咗你？